第二集突破業績瓶頸嘅最強心法，先改變身份認同。創業嘅朋友，你哋都知道，好多人喺度做陌生開發，又或者跟進客戶嗰時，都會覺得好尷尬，好難堅持落去，係咪？原子習慣話俾我哋聽，改變習慣有3個層次：結果、過程同埋最深嘅身份認同。好多人做生意嘅時候，以結果為導向，想賺大錢，呢個就係一個結果，所以我哋就會去揾客戶，又或者係賣產品，呢個就係一個過程。但係只要遇到拒絕或者內心就會產生好大嘅挫敗感。真正嘅高手係用身份認同呢一個習慣。你嘅目標唔係去賣一份產品，而係成為一個能夠為客戶解決問題、值得信賴嘅專家。你嘅目標唔係去招募一個新人，而係成為一個能夠帶領其他人實現財務自由嘅團隊領袖。每一次你打電話俾你嘅客戶嘅時候，每一次你學習專業嘅知識，都唔係喺度完成你嘅指標，而係喺度為你渴望成為呢一種人投下一票。當你嘅行為同埋身份認同完全一致嘅時候，做對嘅事情就會變得非常之自然。下一集我哋直接用乾貨，教你用呢個習慣堆疊，令你嘅團隊無痛咁樣執行每一日嘅關鍵行動。留言話我知你嘅身份係啲乜嘢？